这个进口内底的行政命令甲法案是全部来过关。台北市长郭文哲伫就职6周年的记者会，批评民进党敢若是灵魂交换咧，讲民进党毋知咧变啥物网，伊实在看拢无。另外，有关确诊的纽西兰的技术去过所在，中央认为会当控制，所以就无全部来公布。郭文哲表示尊重，不过伊嘛讲，伊主张的是公开透明。 我们比一个大大的6，比出6个手势。台北市长郭文哲就职6周年记者会，特别选伫内科创新育成中心举办。这是我任内从规划到签约到完工第一件的 BOT 案，总共只花了39个月。 这是台北市政府展现效率的一个案例。强调政治上重要的就是执行力。就职6周年影片，除了登起北门和市场，还有社会主体、北流、北艺。不过内地进口的行政命令和相关法案，24号伫民进党立委人数优势全部过关。一直无法理解到底民进党政府脑袋在想什么？我无法理解。 而且你拿他以前讲的话跟现在讲的话，那灵魂交换嘛，而且在定下来办，我才看无。另外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嘛无公布确诊的纽西兰技术全部去过所在。中央他的态度是这样，他认为他可控制的，他就不公布；他认为他不可控制才公布。可是问题是可控制跟不可控制，到底谁来决定？好像治疗你这样，要选哪一种方式？我说有是这样的我尊重，我也不批评。 那只是说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也主张干脆全部公开透明。郭文哲嘛表示，台北市政府会全力配合中央防疫的政策，看年活动的防疫嘛，照中央公布的疫情报告来调整。